上回我哋講到啊，宋景同武則天死撐，係都要處罰張昌宗。宰相楊再思呢又冇膽嘅，眼見宋景同埋武則天死頂，佢馬上出嚟打圓場，叫宋景快啲除。結果宋景黑塊面話：天顏咫尺，親逢得陰，不凡宰臣善宣皇命。意思即係話呢，我就企喺皇帝面前啦，有咩說話皇帝可以直接對我講啊？呢個宰相咦格格做乜嘢呢？講完啊，佢就動都喺度唔肯走噃。武則天真係俾佢吹脹啦，點算好呢？咁你話殺咗佢，又或者係將宋景貶官，都唔係唔得嘅。武則天時都做過啲咁嘅事嘅。但係武則天呢個人啊，其實仲係好敬重嗰啲耿直嘅大臣嘅，而且呢個時候亦都唔係佢要搶皇帝位嘅時候啦。再咁嘅做法嘢呢，好似係唔係好啱咁。咁但係張昌宗呢，佢又想保噃，點算好呢？武則天諗咗諗之後啊，就笑住對宋景話：宋愛卿，你講得啱吓，我唔應該徇私嘅，就叫張昌宗跟你翻御史台受審啦。咁啊，宋景一聽就好高興啦，皇帝諗通咗啊！於是啊，佢就馬上將張昌宗帶翻去御史台受審。咁一入御史台個院啫，宋景啊馬上開審啦。點不知佢心急啫噃，武則天啊仲心急過佢。宋景啊未開聲，皇宮啊派人過嚟啦，話皇上啱頒咗特赦令，赦免張昌宗。咁等阿宋景反應過嚟啊，唔好意思，張昌宗都走到人影唔見晒啦。激到宋景呢破口大罵，豈有此理！應該一入門口將你個死仔打死佢先。咁但係嬲都冇用噶，法律再大啊，大唔過皇權。而家武則天啊擺到明要維護張氏兄弟噶啦。佢一日喺度，咁其他人就喐唔到張氏兄弟。但係武則天咁嘅做法啊，等於將自己同埋張氏兄弟啊綁埋一齊，令到自己呢亦都處於危險嘅境地之中。嗱，武則天以前做事啊，一向都態度鮮明，行為果斷嘅。咁但係呢一次呢，佢一方面想保護張氏兄弟，另一方面呢又想維護啲正直嘅大臣噃。咁啊，等於自己做咗夾心餅乾，又好似一塊木板放咗一嚿冰同一堆火中間咁，所以要隔開兩邊，等佢哋互相唔傷害。咁但係最終傷害嘅呢，就反而係自己啦。嗱，去到長安4年之後啊，武則天嘅身體越嚟越差，病啊越嚟越多，身邊呢亦都只有張氏兄弟喺度侍奉，同外界嘅聯繫啊少咗，對朝政嘅控制力就有所下降啦。而張氏兄弟呢，就逐漸突破男寵嘅限制，開始向朝政伸手啦噃。咁一嚟啊，政局啊變得變幻莫測，邊個都唔可以肯定太子李顯能唔能夠順利繼位嘅。而張氏兄弟就成咗所有矛盾嘅焦點。喺長安年間啊，有唔少大臣一路都想通過司法途徑去解決張易之、張昌宗兩兄弟，將佢哋兩個韞起身，或者甚至處死就算數啦。但係武則天啊唔肯制噃，係都要維護佢兩個。咁呢條路就行唔通啦，點算好呢？喺呢個時候啊，就開始有人諗到用非法嘅手段啦，乾脆將佢兩個殺鬼就算啦。咁要點樣殺張氏兄弟呢？係咪搞場暗殺就可以懟冧佢兩個呢？咁按道理講，要暗殺張氏兄弟呢唔係難事，但係弊啊弊在佢兩個死咗，武則天就唔肯放過你噶噃，所以暗殺呢個辦法就唔好嘅。結果大家諗嚟諗去啊，有人諗到另一個辦法啦，就係乾脆搞場宮廷政變，將張氏兄弟殺咗佢，同時呢就逼武則天提前退位。咁呢個時候邊個最想殺張氏兄弟呢？我哋睇偵探小說都知啦，邊個利益受損，邊個就最有可能係兇手嘅。呢個規律啊，放喺政治鬥爭裏邊，亦都一樣道理嘅啫。咁如果張氏兄弟得勢，武則天傳位俾個仔呢個方針發生改變，邊個嘅利益最受損呢？有兩類人，第一類當然就係李唐宗室啦，主要呢就包括太子李顯、襄王李旦同埋太平公主。
因為中國自古以嚟呢都係家天下，如果李顯做唔成皇帝，咁不論邊一家邊一姓做皇帝都好，李唐皇室呢一定就被視為巨大嘅威脅，一定要俾人斬草除根嘅。除此之外啊，太子李顯一對仔女、女婿同埋個孫都因為張氏兄弟死於非命，太平公主嘅情夫呢就俾張氏兄弟老屈軟貶咗去嶺南，所以佢亦都好憎啊張氏兄弟，國仇家恨搞埋一齊，咁啊自不然係不共戴天。而第二類人呢係同張氏兄弟關係唔好嘅大臣。武則天喺晚年啊對朝廷嘅控制力下降啦，朝廷裏邊就開始形成唔同嘅派系啦噃。咁我哋前面講過啦，有啲趨炎附勢嘅就支持張氏兄弟，而有一啲人呢就堅決反對佢兩個嘅。咁啊張氏兄弟呢都係一時得志嘅小人，所以對於嗰啲唔中意佢哋嘅，又或者係佢哋唔中意嘅人，報復起身係好惡毒嘅。喺長安年間，魏元忠、唐幽景等一大班反對過佢哋嘅大臣呢，都被貶出朝廷。可以想象啊，呢個路線之爭嘅結果，如果張氏兄弟得勢呢，咁剩低啲人恐防都冇乜好下場嘅。咁所以啊，呢兩類人就張氏兄弟嘅衝擊最大，亦就好自然成為反對張氏兄弟嘅主力啦。咁宮廷政變呢個思路一確定啊，兩邊嘅人就分別行動啦噃。其中呢，大臣呢邊嘅核心人物係張柬之。張柬之啊係個大器晚成嘅傳奇人物嚟嘅。佢喺唐高祖武德年間出世，進士出身，咁講起身呢都算得上係政壇前輩。咁但係佢早年嘅仕途一路都唔係好順利，真正得志呢喺到65歲以後啦。而講到佢嘅崛起啊，有3個貴人相助嘅。第一個係武則天。喺永昌元年啊，武則天為咗建立大周，就開制舉廣納人才，舉行殿試。咁張柬之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噃，66歲高齡一舉高中，由此呢就擔任監察御史。喺接落嚟嘅10年裏邊啊，佢啊升任4品嘅荊州長史，就相當於荊州嘅副市長啦。咁可以講啊，永昌元年呢一次考試係佢命運嘅第一次轉折。荊州長史呢個官職呢，話大唔大，話細唔細，按道理講呢，就應該係佢擔任嘅最後一個公職啦。事關當時啊，張柬之已經已76歲啦。但係喺呢個年紀呢，張柬之又遇到第2位貴人噃，就係狄仁傑啦。武則天係要狄仁傑推薦人才，狄仁傑呢就話唔知皇上你要邊方面嘅人才呢？如果想揾文學侍從，咁朝廷都好多啦。但係如果想要濟世安邦嘅奇才呢，咁臣啊推薦荊州長史張柬之啦。佢年紀雖然大，但係有宰相之才嘅。武則天聽咗啊，就馬上將佢提拔為洛州司馬，相當於係由地方入中央啦。過得幾日呢，武則天又叫狄仁傑推薦人才噃。狄仁傑呢就話：我前排推薦張柬之，皇上都未用啊。武則天呢就話：我唔係提拔咗佢做洛州司馬嘅咩？狄仁傑呢就話：我推薦嘅宰相人選唔係司馬人選啊。於是呢，武則天又叫張柬之出任秋官侍郎，即係原來嘅刑部侍郎啦。咁啊又升一級啦。大家可能覺得奇怪啦，阿武則天唔係號稱知人善任嘅咩？點解狄仁傑反覆向佢推薦，佢又硬係不情不願咁嘅呢？嗱，其實啊，武則天呢個做法係符合用人原則嘅。宰相係百僚之首，負責國家全局工作，所以呢，必定要經驗豐富先得。無論對於地方定係中央嘅工作都要熟悉，然後呢，先至可以通盤考慮總攬全局嘅。所以啊，武則天係想一步一步嚟，考察多幾年。咁但係武則天呢個做法係就係合規矩，但係張柬之係70幾歲噶啦，你考察多2年佢瓜老襯都似噶啦。咁張柬之後來點樣做得成宰相嘅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
上回講到啊，張柬之得到狄仁傑嘅推薦，就入中央任職啦。但係如果按部就班咁升職，佢咁大年紀啊，做到死都未必做到宰相啊。喺呢個時候，張柬之嘅第三個貴人又出現啦噃。喺長安4年啊，武則天就叫姚元之，亦就係後來嘅姚崇啊，推薦人才。姚元之呢就話啦，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為陛下急用之。咁聽咗姚元之嘅推薦啊，武則天就召見張柬之，將佢拜為奉國侍郎，平章政事。就係咁啊，張柬之終於喺80幾歲嘅年紀就做到宰相啦。咁喺張柬之人生之中嘅3個貴人裏邊，武則天係最緊要嘅，事關只有佢啊，先至有對宰相嘅任免權。如果佢唔岌頭呢，狄仁傑同埋姚崇再點樣推薦都好，張柬之都做唔到宰相嘅。但係雖然武則天對佢有知遇之恩，到最後啊，張柬之仲係企喺武則天嘅對面。佢做宰相嘅時候，就正係武周王朝嘅多事之秋，張氏兄弟呢氣焰囂張，國家前途未卜。咁對於張柬之咁一位正統嘅儒家知識分子嚟講，當務之急呢，就係除咗呢2個小人清君側，確保太子李顯可以順利繼位，令到皇位可以重新翻到李唐後裔手裏邊。咁張柬之人在高位，心繫朝廷，政治立場又堅定，好自然就成咗朝臣之中反對張氏兄弟嘅核心人物啦。佢嘅大器晚成呢，亦都係老而彌堅，有住歲月積澱而嚟嘅城府同埋政治智慧。須知道啊，要發動一個政變，殺死張易之同埋張昌宗兄弟，呢單嘢係非同小可嘅，要做好多準備工作先得。咁啊，張柬之呢老謀深算啊，做咗3方面嘅準備。第一個呢係策反官員，佢策反嘅最重要嘅人物係右羽林軍嘅大將軍李多造。咁張柬之點解要發動佢呢？事關呢個李多造嘅職位太緊要啦。你搞政變梗係要有軍隊先得噶。當時中央嘅軍事力量啊有2支，一支叫做北衙禁軍，駐守皇宮嘅正北門玄武門，玄武門裏邊就係皇宮啦。所以呢一支軍隊呢就直接負責保護皇帝安全嘅。而另一支軍隊啊叫做南衙衛兵，駐守喺皇宮以南嘅皇城。咁皇城呢係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呢一支軍隊主要嘅職責呢係保衛政府。咁2支軍隊裏邊啊，北衙禁軍係直接負責保衛皇帝、保衛宮城嘅，所以係零舍重要。呢一支軍隊嘅最高統帥呢就係左右羽林大將軍啦，而李多造啊就正係2位最高統帥嘅其中一個。只要講得喐佢，政變成功就有希望啦。咁張柬之點樣講喐呢位李多造呢？嗱，李多造啊係喺唐高宗時期投降嘅抹渴人，佢一生人嘅經歷概括起身呢，就係從奴隸到將軍。所以張柬之啊就用佢個人經歷去打動佢。佢又問李多造話：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咁李多造呢係個恩怨分明嘅好漢嚟嘅，佢流住眼淚就話：大帝也。張柬之一聽呢，知道有料到啦，馬上就話啦：今大帝之子為義庶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呢個李多造呢，雖然係個粗人，但係又十分之醒目嘅。一聽阿張柬之咁講呢，馬上就醒水啦。佢就對張柬之話：苟利國家，為上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咁即係馬上應承啦。手裏邊有咗軍隊，咁啊唔同晒啦噃。接住落嚟啊，張柬之又利用自己嘅人脈，將啲同僚發動起身。其中最緊要嘅呢有2個，
一個係私營少卿桓彥範，第二個呢係中台右丞敬輝。咁點解要揾呢兩個人呢？桓彥範同埋敬輝啊，都曾經受過狄仁傑嘅舉薦之恩嘅，又係張柬之喺做洛陽長史同埋刑部侍郎期間嘅舊同事，三個人意氣相投嘅，又同樣係出自狄公嘅門下，咁好快呢就形成咗一個核心集團啦。而張柬之做嘅第二項工作啊，係加強軍方嘅力量。嗱，羽林軍啊分左右兩支啦，其中右羽林軍嘅大將軍李多做呢，就經已俾張柬之拉咗過去啦。但係左羽林軍嘅大將軍呢，係張氏兄弟嘅黨羽武則天嘅堂侄武猶兒噃。呢一個呢，亦都係張柬之嘅一步棋。咁事關啊，俾武猶兒擔任左羽林大將軍，就可以令到張氏兄弟啊放心，亦都可以令武則天啊放心。不過啊，雖然俾武猶兒做左羽林大將軍，但係下一個層級羽林將軍呢，就係張柬之嘅人啦。喺長安4年啊，張柬之利用宰相嘅人事權，將桓彥範、敬輝同埋其他啲親信，例如李湛、楊元鹽等人，就安插到左右羽林將軍嘅位置上。咁經過呢一番安排啊，羽林將軍呢個層級幾乎全部變晒張柬之呢一派，武猶兒呢就變咗個光棍司令，冇晒料到啦。咁掌握咗軍隊啊，政變就有咗一半嘅把握啦。而第三項嘅工作呢，係聯絡李唐皇室。咁發動政變本來就係為咗恢復李唐嘅統治，誅殺張氏兄弟呢，就一定要打住皇室嘅旗號先得嘅，若然唔係就係犯上作亂噶啦。但係點樣同皇室，尤其係太子李顯溝通呢？嗱，當時啊，太子李顯每日呢從玄武門出入，就向武則天問安嘅。咁呢個好機會吧？桓彥範同埋敬輝啊，作為羽林將軍，就帶兵駐守玄武門。所以呢，張柬之叫佢兩個利用工作之便，同李顯商量政變嘅計劃。咁事關到切身利益，李顯梗係制噶啦。咁一嚟啊，大臣呢邊嘅準備工作就搞到差唔多啦。與此同時啊，李唐皇室呢一邊亦都開始行動啦噃。咁當時武則天在生嘅親生仔女就有3個，分別係太子李顯、襄王李旦同埋太平公主。為咗共同嘅利益啊，呢3個人亦都空前團結，精誠合作。太子李顯呢係宮廷政變嘅旗幟，發動政變誅殺張氏兄弟就必須要打住佢嘅旗號先得。咁當然政變嘅結果啊，必然就係佢做皇帝。李顯嘅存在本身就會發揮作用嘅。而李顯嘅下屬太子右庶子兼宰相崔元偉呢，亦都參加到呢個政變嘅核心領導小組之中。而襄王李旦啊，自從武則天立咗李顯做太子之後呢，佢就掌握兵權噶啦。當時係任左衛大將軍，係南衙衛兵嘅最高領袖嚟嘅。咁到其時啊，可以由佢帶住南衙衛兵控制政府，穩定都城。另外呢，襄王李旦亦都派咗個人嚟參與呢個核心領導小組，就係襄王府司馬兼私營少卿袁術己。咁啊，細妹太平公主有咩做呢？史書上啊冇記載啊，但係啊，太平公主嘅作用應該都唔細嘅。佢最主要嘅工作啊，係策反皇宮裏邊嘅宮女，要呢啲宮女做內應。咁啊，大家唔好睇小宮女嘅力量噃。當年武則天都係靠呢啲宮女發達嘅。後宮嘅情報系統啊，係當年武則天控制皇帝嘅一個有力武器。咁呢個時候武則天臥病在床，同外界接觸啊比較少噶啦，全靠啲宮女向佢傳遞消息嘅啫。如果冇宮女幫忙呢，佢就真係變孤家寡人嘅。
而呢一個正係太平公主想要達到嘅效果啦。太平公主畢竟係武則天個女，出入內宮就好方便嘅。喺佢策動之下，有一批宮女就倒向咗政變派，隨時監視張氏兄弟一舉一動。咁當然啦，亦都順便監視埋武則天。咁有朋友可能會問啦，喂，啲乜大內秘事史書上冇記載噶，我哋點知太平公主做埋咁多嘢呢？咁關於呢個問題啊，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噃。上回我哋講到啊，為咗發動政變，太平公主呢喺後宮策反咗一批宮女噃。咁呢一單嘢史書上冇記載噶，我哋點知嘅呢？有3個證據嘅。第一個係近年嚟啊，喺洛陽嘅北邙山上邊就出土咗10幾方宮女嘅墓誌，墓誌裏邊記載住佢哋反武擁李，最後喺政變之中犧牲性命嘅。咁台灣學者耿慧玲呢，仲專門寫論文探討過呢個問題。呢啲墓誌啊，就講明確實有宮女參與咗政變嘅。而第二個證據呢，係武則天晚年精力就唔好噶啦。太平公主作為佢嘅愛女，參與朝政，所以啊，就經常出入宮廷幫佢出謀劃策嘅。喺宮廷之中就有好大嘅影響力。而第三係政變之後，太平公主又被封為鎮國太平公主，而且老公同啲仔呢亦都加官進爵，一下子係威風八面，講明佢喺政變之中就一定係有立功勞之係嘅。咁呢3個證據聯繫埋一齊啊，我哋可以推斷太平公主呢確實係參與咗政變嘅準備工作，而佢主要做嘅嘢就係策反宮女作為內應。呢個工作啊就冇其他人可以做嘅，非常之緊要又非常咁獨特嘅。咁喺一連串活動之中啊，長安4年就結束啦，一轉眼就嚟到第2年嘅正月初1，武則天改元神龍。咁大家都話新年新氣象啦吓，但係嚟到神龍元年啊，武則天做嘅冇乜新氣象噃，仲係臥病喺長生院，身邊呢就只有張氏兄弟出入，一啲都冇想還政俾個仔嘅意思嘅。咁呢個時候大家就好緊張啦。喂，武則天若然突然間瓜咗，咁張氏兄弟會有咩舉動呢？大家越諗越唔對路，就更加加緊籌備政變啦。去到神龍元年嘅正月22啊，政變終於爆發。按照計劃，政變兵分4路。第一路由張柬之、崔元偉同埋部分禁軍將領就率領北衙禁軍直撲玄武門，控制住入宮嘅主要道路。而第二路呢，由右羽林大將軍李多做率領部分禁軍去東宮迎接太子，將太子迎到玄武門號令天下，然後2路軍隊會合攻佔皇宮，殺死張氏兄弟，再逼武則天退位。呢2路呢係政變嘅主力。第3路由太平公主安排嘅宮女喺宮裏邊接應。第4路呢由上皇李旦同佢嘅司馬袁術己帶住南衙諸衛就控制中央各個職能部門，殺死張氏兄弟喺政府機關嘅黨羽，穩定京城。咁整個計劃聽起身就天衣無縫，好似好掂當咁啊！但係啊，就喺緊要關頭就出咗2個問題，搞到爭啲揸流灘噃。咩回事呢？第一個出問題嘅係太子李顯。我哋啱先講啦，第2路由張柬之安排李多做帶住幾個禁軍將領迎接太子出嚟號令天下。點不知事到臨頭呢，李顯騰雞啦噃！一諗起阿媽平時咁鬼惡，李顯腳軟啦。咁雖然話張氏兄弟喺皇帝身邊前途未卜，咁但呢個時候畢竟仲係做住太子嘅，又冇廢咗佢，係咪真係要同阿媽搏命呢？萬一衰咗咁點算呢？李顯越諗越驚，點都唔敢行出門噃。咁佢唔行出，俾啲將領心急啦。喂，軍隊都出發噶啦，箭在弦上噶啦，你唔出面，呢一次兵變就冇正當性噶啦噃，變成造反噶啦，點算啊？
咁喺將領之中啊，有個人叫做黃同蛟，係太子李顯嘅女婿，同太子關係係比較近嘅。於是呢，佢就企出嚟話啦：先帝以神器託付殿下，不料橫遭憂廢，人神共憤，至今都23年啦，好不容易等到今日，北門南衙禁軍同心協力，誅殺奸佞，復李氏社稷，殿下點可以喺呢個時候畏縮不前嘅呢？請殿下去玄武門號令軍隊啦。咁呢個道理呢，李顯當然明白啦，但係問題在於佢驚呢。咁佢驚呢又唔好意思認噃，於是呢就話啦：唉，啲小人呢係應該殺，但係皇上依家病緊，會唔會受驚呢？不如等一等，從長計議咧。一睇下李顯咁嘅死人樣呢，嗰班將領啊真係心急啦。政變啊兵貴神速，時間係最緊要嘅，時機一失去啊，就前功盡棄噶啦噃。眼見再咁拖落去都唔係路啦，另一位將領叫做李湛嘅，佢就心急啦，對住李顯啊大叫話啦：我哋唔顧身家性命嚟維護殿下，殿下又何必將我哋置於死地呢？而家將士都喺晒度啦，如果殿下唔肯去嘅，你自己出嚟同將士講啦。咁呢番說話呢，又擺明威脅噶啦噃。而家李顯同所有政變嘅將士啊，都綁埋一齊噶啦。喂，李顯如果咁出嚟話，取消啦，唔好搞啦，大家翻去瞓覺啦咁。嘿，仲唔俾班友容咗佢？咁啊，李顯份人雖然冇用啫，但係就唔蠢嘅。佢一聽就聽明白啦。喂，再唔行呢，恐防啊李湛自己啊懟冧咗佢啦。冇計啦，唯有行出門，騎上嗰匹準備好嘅高頭大馬。佢一騎上去啫，後邊有人一邊飛過嚟，嗰匹馬詳細一聲就絕塵而去。班將士呢亦都跟住上嚟，簇擁住太子直奔玄武門。咁第一個問題呢，總算係解決咗啦。但係仲有第二個問題噃。張柬之帶住主力部隊嚟到玄武門，本來以為冇人攔阻噶啦，點知呢一員大將啊攔住去路噃。呢一員大將係邊個呢？係殿中監田歸道。呢一晚啊，係由佢率領千騎喺度執勤。大家可能又唔明啦，喂，我哋唔係話玄武門嘅守軍係羽林軍嘅咩？羽林軍啲將領上上下下都搞掂啦，點解整個田歸道出嚟係攔住去路嘅呢？嗱，其實啊，北衙禁軍嘅主力呢，確實係羽林軍。但係北衙禁軍就仲有另外一支非主力部隊，叫做千騎嘅，就掛靠喺羽林軍名下。佢個將領啊係由皇帝親自任命嘅，所以係處於半獨立狀態。皇帝咁樣安排呢，就係想禁軍內部互相牽制。咁按照張柬之佢哋嘅諗法啊，既然有掛靠關係，咁千騎嘅將領就應該聽阿羽林大將軍之笛至係噶。所以就冇特別關照嘅。點知呢個田歸道呢唔聽笛噃，不論張柬之點樣講都好，佢係都唔肯放行。咁呢個玄武門係通往禁宮嘅必經之路嚟嘅，如果僵持不下，政變又前途未卜噶啦噃，點算好呢？咁就喺關鍵時候啊，太子李顯趕到。咁太子一出面，田歸道呢唔知點算好啦。佢本來就唔係張氏兄弟嘅同黨，咁啱先唔俾張柬之佢哋入去呢，都係職責所在嘅啫。咁但係而家太子嚟到，咁太子係未來嘅皇上嚟噶嘛，佢係得罪唔起嘅。咁一諗啊，田歸道咬咬牙就話嗱咁啦，我啊放太子一行人入去，但係我嘅士兵呢唔跟你哋行啦。咁張柬之啊唞啖大氣啦，你唔阻掟就得噶啦，唔使你幫手啦。於是，一班將士一擁而入，第二個問題亦都解決埋。咁入到玄武門之後啊，將士嘅目標就好明確啦，直撲武則天嘅寢宮迎仙宮。咁有啲宮女一見到軍隊呢，就想入去通風報信噃，點不知都未行到出門口啊，就俾太平公主安排嘅宮女一刀啊懟冧咗啦。而張氏兄弟呢個時候正喺迎仙宮外廊嘅屋裏邊瞓覺。聽到有聲響就着衫起身啦，啱啱行到出門口啫，就俾殺死喺廊下啦。咁張昌宗同埋張易之兄弟啊，平時得閒冇事呢，
就中意披住啲羽毛做嘅衫，騎喺木頭仙鶴上面就扮神仙。武三思呢，仲吹捧佢哋話係神仙王子晉嘅化身添。呢下嘢呢，就真係學假歸西啦吓。咁殺咗張氏兄弟之後啊，張柬之帶兵入到武則天嘅寢殿長生殿。咁老年人本來瞓覺就容易醒噶啦，武則天呢個時候聽到聲響啊，馬上抬頭四圍望咯噃，只見周圍一片刀光劍影。武則天嚇咗一跳啦，就問話邊個興兵作亂啊？張柬之馬上答話啦，張易之同埋張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之令將佢哋誅殺，因為怕泄露消息，事先冇話俾陛下聽，真係罪該萬死啊！咁佢雖然話自己罪該萬死啫吓，但係口氣呢好強硬嘅。武則天一睇係張柬之，心裏邊嘆咗啖氣，再望一望呢，就見到個仔李顯啦。於是佢就對李顯話：哦，原來係你啊！咁既然張氏兄弟都殺咗啦，你翻去東宮啦。咁啊，苦惱啊威猶在。李顯向來都怕阿媽咁啊，見到阿媽咁講呢，真係擰轉頭想翻出去咯噃。咁最後呢個李顯有冇走到？呢一次政變最後嘅結局又如何呢？我哋留到下回分解啦。